别闹了。别拍！别玩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觉得我们不该再继续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累了。累了就该休息一会儿。 仁义，别这样，仁义，我真的是认真的，别这样。是不是你老公回心转意了？就不要我了？不是，不是这么简单。不要再挑战我了，好不好？